咱台湾的交通乱糟糟，和国际媒体讲是过路人的地角。为着要改善问题，台北市成立专案小组，过路人的车顶会提早倒，先互因过车路。另外，嘛会参考新加坡的做法，过路线会插足彩色的，提醒驾驶着要注意。过路人车顶倒，车的号志是红灯袂当过。过路人绿灯早开，要互过路人安心过车路。过路人必须倒时，若过路人过车路过到一半，车顶特别变红灯的时阵，应作为等待空间。不赶时间，在那边暂停一下比较安全了。红绿灯的部分秒数要稍微长一点，因为可能老人家可能会来不及。现在安全的话是真的是差很多，车子的话都有礼让，只是说行人的话是有一些小部分的话就慢慢走。台湾交通乱象伫国际媒体被讲作是过路人地角，为改善国内交通根本的问题，台北市府成立专案小组，甲今年11月底，包含退缩43个路口过路人穿越道线，设14个庇护岛，21个过路人专用时尚路口，542个过路人绿灯早开时尚路口，甲113个彩色标记过路人穿越线路口等改善成果。所以它这个摩擦系数也够。黄白是正影棒，参考新加坡的做法，示范彩色标记过路人穿越线，提醒驾驶爱提高警觉，伫路口大档的减速。113年度会以国小周边无号志路口优先来做。学校周边行川线旁边有一个黄色、彩色的标记，我们在施工的品质上面，我们特别加上了玻璃珠还有金刚砂，我们的防滑系数是远高于中央所设定的标准。我们台北市民对我们这个路口停让的满意度高达80%哈，那也觉得说我们现在台北市这个路口停让的行为有8%的感觉到进步了。针对未来重点执行目标，台北市府表示，除了每年完成30个路口过路人安全改善，150个路口过路人穿越线退缩设计，也要伫113年完成国小周边无号志路口彩标线，慢慢建立过路人安全友善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